今仔日可能人会较济啦吼，毋过安尼嘛好啦吼，通讨论较深入的。今仔日的设计是安尼，就是讲差不多用访问的方式啦吼，主要是我含陈瑞兄吼，佮含即个阿天吼，要来对谈啦吼。即个对谈分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讲，咱来访问即个阿天吼，伊伫网册顶头，咱不时会当看到伊的文章吼，总是较罕日有看到伊的机会吼。所以第一个部分咱来访问伊，第二个部分吼，就是要来讲即个最近伊翻译吼。翻译一寡台语文学的文章做英文吼，要来讲一寡翻译中过程中所拄着的眉角角吼。好，安尼无咱就来开始啦吼。阿天，你麦克敢要拍开吼？你敢会当讲一个声咧？咱会当看到你无？大家平安，大家好。好，平安吼。好，我即摆先甲即个 share 个 stop 吼。我会记咱熟悉足久啊吼。你你敢会记咱差不多当时开始熟悉？我上早的印象是伫迄个台语网，就是迄个电子批的一个群组。迄台语网你迄足赛的代志呢。迄是陈水扁做总统进前。迄阵啊，你是伫倒一搭，你较会去接受着台语网？我以前遐台语网拢是全部用白字写的啊。是我迄阵是想要学台语，迄阵资源歹找啦。我伫网络，嘿。你阵是人住伫倒？我迄阵住伫旧金山。所以你已经大学毕业啊？迄阵是，迄阵是大学1年。我大学1年我有可能是大学1年进行迄个外人迄阵就找着台语网啦。毋过迄阵啊，你敢会晓讲台语？基本上袂晓啦。因为我照我你，这嘛真趣味的代志吼。我照我理解，你6个月，恁爸母就甲你带来美国嘛吼。所以你是住伫迄个 Cover City，就是附近，就是洛杉矶即个所在嘛吼。3岁进前。了后，恁爸母拢是49人嘛吼。基本上是一个上海人一个是顶港人下港人吼，迄个上海遐江苏迄附近的人嘛吼。所以基本上你应该是你无啥物讲台语的环境嘛吼。你是安怎较会当讲完全无台语的环境？你若读台语网的白话字，你学甲会晓看有？要读较简单啦，要听有较困难。我迄阵是，因为咱找着册，册甲书面的资源，就会知影要安怎将遐个汉文底的语词转做无共语言。所以你著爱考查字典。迄阵嘛无啥物字典通查呢。无啥物书典通查，就是爱靠迄个转换。毋过其实咱若拄着正港的台语的口语，你安尼做嘛无较大。我若是听落，迄阵嘛无啥物资源，一直到迄个2000几年杨教授杨文元教授伊甲地两位
教授一寡资料吼，整理起来放伫网络，迄阵才有算讲是有一寡语词的资料通查啦。嗯所以伫头七八档在学吼，变做讲，若捡着什么语词爱紧记，因为你若无记起来，后摆就找无啊。所以拄着什么语词拢拢敢若拄着亲人啦。哦哦因为迄阵我是伫差不多16岁迄阵吼，知觉着讲其实阮兜是讲中国语的家庭，这其实无正常。安怎讲？因为阮遐伫迄个庄卡有哪有一寡迄款香港过去的家庭啦，就是父母是香港大汉的，囡仔住美国出世也是住美国大汉，有一寡遮家庭有哪上海底啊，是四九底的啊。毋过即款四九底的香港人，因过美国，因就变做是阿公阿嬷是伫上海伫中国的内山出世长成的，父母是伫香港读册当大人的，孙是住美国出世当大人的，即款的家庭内底，阿公阿嬷因讲了上好的语言是上海语，毋过因的广东语是完整的，因会晓讲完整有腔口的广东语，父母上好的语言是广东语，因伫厝里咧讲的语言是广东语，上海语是对四大人，英语是对我，第三代住美国的囡仔，因主要的语言是英语，因的第二语言是广东语，上海语一般袂晓讲的，所以讲因伫过香港一代两代，因就变做文化上的广东人啊。所以这才是正常的移民啊。所以我要大概嘿，拍断一下吼，你咧讲的情景是讲是你，因为你的老爸是牧师嘛吼，所以应该是伫国语教会的聚会，所以你拄则咧讲的是讲，伫迄种的教会环境，逐个拢敢若用所谓的即个北京的国语，所以会友内面有可能有广东人，有可能有台湾人，因为礼拜语言拢是用所谓的国语吼，伫一个迄个伫一个美国的所在，到中国，佫用一个即个中国的语言，遐会基本上遐毋是遐会友的母语，所以是若广东人还是台湾人去参加即种教会了后，因的文化煞变做讲会受压制。你的意思是毋是安尼？还是你搁咧讲别物？我敢有了解对？毋是，我拄则咧讲的是一个阮迄个规个庄卡，无论有去教会无去教会的人，包含伫学校会熟悉一寡同学，因若准讲是为香港过去的同学，假使讲因父母是香港人遮个同学因若会晓讲一种亚洲话，就是广东语，愈大汉才知影讲，原来真侪遮个广东底所谓广东底学生，其实因阿公阿嬷是上海人大概就是1949年上海过香港的人，是安怎1949年上海过香港的人，因的孙住美国，因的族语是广东语，毋过1949年上海过台湾的人住台湾，因的孙的族语是中国语，因拢咧哭讲伊无机会通学台语。这是一个足奇怪的一个情形，因为过台湾的厝九人，因的资源无较少啦，因颠倒加一个国家机器因就是资源伤济，害因无法度学台语。才会过香港的
上海人吼，因的阮兜就是阮老母的一寡表兄弟姊妹吼，因住香港大汉的，因讲中国语有香港腔呢，有广东腔呢。吼，因是阮老母的表兄弟姊妹，反正是即辈兄弟姊妹。吼，因讲中国语有广东腔，因的广东语较赢因的中国语。吼，毋过在过台湾的自由人，因讲因无机会通学台语，无机会通学客语。所以我15、16岁加减知觉到即样代志，就感觉我正经的族语吼，正经的母语应该是台语还是客语啊？啊，所以诶我即摆讲倒来，咱即个台文的代志哈，所以就是因为即个原因，你大学的时你去伫无去读嘛吼，啊，你怎啊你有敢是即个原因？你怎啊想讲你要主修语言学？有加减有关系？其实毋是，无关系。因为我自细汉就对语言足有兴趣。OK。所以伊迄阵啊，无去内底吼，敢有学生社团咧学台语？阮有一门课啦，是学生开的，迄迄是有学款课生的课。有有2分啦，一般的课是4、5分，伊是2分的课，算讲是半正式的课是2个研究生是2个研究生咧教的。迄教材是用啥物教材？你敢会记？无啥会记哩，我会记哩，应该毋是李清华教授迄本因为我落尾有看着迄本无熟悉，毋过是类似的课本，相似的伊的文理原来是用传统的台语即个白话字。OK，所以你就是共迄个时间，你我原来咧上台，你无去上台语课，共时阵你嘛接触到即个台语网安尼就对啦吼。嘿，是。OK。安尼袂歹吼，安尼真，这实是真罕你想象啦。因为迄阵啊，伫台语网的人咧写的，完全无偌济人吼，想袂到讲会去影响到一个咱完全毋捌的囡仔吼，对遐学着台语，所以可见讲吼，迄白话字迄个功效足大啦吼。假使讲咱迄阵啊咧用汉字写吼，伊可能学袂起来，因为伊无法度学着伊读音嘛。咱我会知影你来伫，搁来你就来伫洛杉矶嘛，吼，咱迄阵较有机会通见面吼，我会记我迄阵伫迄个美国台湾基金会想办迄个 TUF Salon 吼，你迄阵介绍你嘛有参加迄个台美国民协会迄个实习啦，吼，迄阵你是伫 UCLA 咧读迄个法律读 law school 嘛，吼。所以你迄阵敢会当讲你去参加迄个台美国民协会时，你是去遐实习啥物款？就是去参加一寡专案主要的是要做一支 MV 啦，做一支差不多4分钟的流行歌即个影片迄条歌原来是阮改写的用迄阵当咧时行的2、3条歌，会阁斗台语的歌词，屏幕，阁
会搁配迄个影片， OK，啊，嘿，所以基本上迄是咧做咧教恁做 video production 哈，要教训练恁安怎做 video 一个 intern 啦哈。是，啊，迄阵啊是啥物人咧甲恁带？敢是 Nash？OK，哦，Nash 是内底一个，啊，主要咧带是一个秘书号做 Howard， 嗯Howard 伊敢若姓陈， ，OK，所以我记 Nash 无哈，伊是一个电影人啦哈，伊捌拍过迄个 System is Broken 哈，伊是咧做拍电影一个导演哈。好，啊个，我会记你迄阵啊，你嘛有写一部无出版的小说，叫做《Living Frisco》，敢毋是吼？我会记你来即个 哦，TF Salon 参加迄个作家吼，含迄个出版社的即个座谈会时阵吼，你有来介绍过？你敢会当小可简单介绍吼？免用伤久，先小可讲到底迄本小说是咧写啥物款？路尾变做两本，啊，其实无啥通好讲的啦，嗯，咱莫无我嘥时间。看记你。我甲你讲吼，你安尼去驶一台车吼，啊，坐一台车，踩跑车，驶甲真欢喜。我敢会记你安尼尔尔。差不多。差不多是安尼。好，安尼吼，安尼就差不多。啊，咱来讲讲你转去台湾的代志啦吼。我会记你个日头花运动了后，哇，你感觉讲哦，本地你讲台湾无希望啊，无救啊。啊，日头花了后，你迄阵啊应该是伫 Florida 咧做律师的款啦吼。你讲哦，你即摆要转去台湾，啊，我会记我是甲你劝讲梦啦吼。你安尼去，可能你行即条路可能会真歹行啦吼。啊，结叫咱讲点外钟，你嘛是决定要转去啦吼。啊，你敢袂当你转去了后，你的期待含你本地敢有共款？哦，其实我是08年就转来啊，哦，嗯08年迄阵吼是诶研究所出业了，就爱决定讲要落去拉丁美洲，还是过来亚洲。啊，迄阵我就选择亚洲，啊，这是一个足困难的决定。啊，过来了就带遮4、5冬，啊了佫转去美洲1冬2冬，啊，煞来佫转来啊。哦，所以讲，诶、我基本上我08年进前吼，有哪有几啊摆转来亚洲，毋过基本上我对台湾的足侪印象是为台语网遐来的，所以讲我伫台语网遐，我知影讲即阵人是一个少数，毋过我本来想讲，反正是全台湾一城的人是安尼。我03年24岁时，转来台湾，住在台北，啊，四边拢无拄着迄款人，啊，会真正讲哇，你爱讲台语哦，迄是老人甲罗马的语言呢，哦啊，所以我想讲哦，原来迄个10%的人拢住中南部，哦啊，我08年。转来遮住较久了，才知影讲哦，原来因毋是一城诶人，凡说1%都无。哦，即个族群凡说是1000分1个人，哦，万分1个人。哦，所以迄阵我才知觉着讲哦，原来我伫自足幼体伫美国会熟悉足侪迄款爱做华人诶台湾人。哦啊。我本来想讲是拄好拢拄着迄款的啦，哦，啊我08年转来遮啊，真正
真正会开始过一个正常亚洲人的生活。我去伫迄个泰国的庄卡学桥落摆，所以自08年以后，我会晓桥落摆，伫迄个汽车伫路面是爱小闪的，袂使伤我。毋过学落摆伫外口是规阵咧徛的，迄个爽的，规阵学落摆会做伙冲，所以伫迄阵，我知迄个滋味，我会使四个卵，毋过伫台湾砍卵砍卵拢四个拢是看到一寡无共版本的华人啦。我才知觉着讲，原来即个规个社会主流是安尼啦，真正是安尼所以迄阵我就想讲，反正其实是真矛盾，因为较早住伫加州，伫迄个台湾会馆遐迄阵，迄是陈水扁做总统的时代，会想，囡仔会想讲，即个建国的代志，大人时大去处理就好啊，会想讲已经差不多啊，毋免阮遮的囡仔去落去操烦啦，到08年就会感觉讲，原来处理无好势呢，就会感觉讲反世其实嘛本地就无，本地就毋是真正要处理的，所以迄几年就无搁想济啦，其实是有想足济啦，毋过无想遐济。无想遮济，到2014年3月8迄阵，佫听到一寡无共的声，就感觉真感动。所以即个日头花运动了后，你转去你本地感觉讲台湾有救啊你即马的感觉含迄阵的感觉，敢有啥物落差？敢有啥物无共？还是用来共款？毋知要安怎讲啦，这毋知要安怎讲，有有代志有好有歹，毋过2017年的香港，2018年的香港，伊有一寡代志嘛是足进化的，咱若徛伫2017年的香港，会感觉香港有一寡方面进化足济，毋过上重要的代志，因大部分的人无去想到。好，安尼无咱拄有差不多访问到25分啦所以，但是遐对遮你敢有像一寡代志要问阿天咱有机会2、3遍而且做伙咧讨论遮个有关阿天翻译你遮底篇小说的遮个问题你对于拄则所讲的，你敢有啥物要甲问了后咱就较煞落来讲即个翻译的代志。问题是较无啦但是我天华印象足深，就是讲伊在做人生的大决定的时阵，讲真阿萨利。当然可能是考虑真济，但是真阿萨利红的变白变乌的变黄的决定就是安尼，一个可能表示讲伊看代志看有远啦，普通是看代志看远的人才会做即款真紧真大的决定，安尼遮尔容易啦这是我的一个印象。拄则有讲到阿天咧学台文的时阵是按读甲写开始这足深刻啦。拄好甲我倒饼啦我当然是会晓写会晓听，才真久以后才开始咧学写学读安尼
我相信即摆少年辈的台湾人是大概因着较幸福啊，因也会当学听、学写、学读，共即个时阵来学啦，吼、我一寡感想啦，吼，咱过来若要讲着翻译嘅代志，则过来进一步来讨论。 OK，好，安尼阿天，你敢有啥物要补充的？拄则问无着的，你有想要甲大家自我介绍一下无？有关你家己的部分吼，你了，咱就来进入去即个翻译的代志。无即马无。无想着吼，好，无以后你若较顶仔咧讲，若想着说转来讲嘛，袂要紧吼。迄个想讲要甲台语文学吼翻译做英文啦吼，即件代志吼，毋知安怎开始诶吼。我先讲我诶想法啦吼，检采恁两较来补充吼。我诶想法是真单纯啦，就是想讲奇怪，咱即个台湾文学吼。即个政府嘛摕足侪钱出来咧做啊，像伫迄个 UC Santa Barbara 伫迄个啥物款啊？伫东部迄个王德威迄个干嘛？毋是迄大叫啥名？因两个拢有一个翻译中心嘛。因翻译的中间吼，拢无去摕着台文的作家，无摕着台语文学。佫有一遍吼。我去伫网上拄听到即个演讲，迄是伫英国遐一间研究台湾学的遮的人办的，专对文学，请一个 USC 的 postdoc 来咧讲台湾文学。伊的论题是讲海外的台湾文学啦差不多海外台侨台湾文学。毋过我相信伊完全毋知影有台语文学的存在，所以迄阵我就想讲，安尼敢对政府无要做的，无咱家己私下来试看觅我的动机是安尼啦真单纯。毋知陈瑞兄含即个阿天恁的经验是安怎？是咱较会想要来做即件代志，有啥物款意义安尼？请阿天先讲，好无？阿天，你关起来你爱开开。你莫个关咧。歹势，我拄则毋知是我即边的网络咧过样，是安怎？我听无清楚。OK，即摆问题就是讲，是安怎要来甲台语文学翻做英文？即件代志有啥物款意义安尼嘿？我的感觉是即个问题问倒边啊，就是是安怎咱无要甲台语翻译做英语。OK，所以是当然的，这毋免问的问题啦对你来讲。应该是安尼。安尼你真阿萨利你做咧回答嘛足阿萨利我请作家单位来回应啦若讲将即个台语文学翻译做英文啦那对于一个作家的角度你感觉讲有啥物款的意义啦当然毋是干那，你会当用你家己的角度来讲嘛，会当讲想象讲其他的台湾作家的文学，然后翻做英语对因有啥物款意义安尼？我想这会当用两个方面，也是讲两个动机啦来讲第一是按台湾文学的这个方面来讲那阿天讲 Why not？因为咱全世界所有的文学拢翻来翻去会当互人翻出来，就是讲表示讲至少
品质会看一个物件吼。咱台湾文学到倒为止吼，我想已经卖出台湾的产品安尼，已经是品质真好啊。吼，但是相对讲起来，伊伫世界诶国际地顶面咧，无像台湾的制作产品遐尔啊，人逐个拢知影。颠倒讲起来是逐个拢毋知，吼，这是足无正常诶，吼。若按规个文学来讲吼，为咱来讲较自私诶，讲台湾文学立场来讲啦，吼。因为我认为讲即种翻译吼，不管翻做啥物语啦，吼，对台湾文学本身拢是一个养分啦，吼，会当帮助台湾文学成长啦，吼，这是直接也间接诶，这是。若按作者诶立场来看吼，可能第一，可能表示讲作者本身吼，对于家己诶作品有某种程度诶信心，吼，也是袂说讲一个企业感觉伊工厂出产诶物件吼，有某种程度诶信心，会当摕出来国际甲人竞争，吼，甲人比较，吼，安尼，所以袂说阿天讲诶啦 ，Why not？这应当是足自然诶代志。你若发展到某一个程度吼，应当是足自然诶代志。我搁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用另外一个角度来问啦吼。咱即马遮个文通若翻做英文啦吼，所以嘛有可能讲，一寡台湾诶读者，伊台文无啥会晓读啊，吼，等于去接受着英文，吼，敢有即种诶可能吼？敢会有着安尼，煞想讲，读着英文了，敢文学袂歹，我去来读台文看觅啊，敢有即种诶可能？咱我请阿天来回答啦吼，先请阿天来回答。应该是有可能，毋过呀，因为我想咱凡事莫甲重点放伫遮，这我无想甲足透啦。我是感觉讲，对台湾诶读者来讲吼，应当有一寡即款诶效应。应当有一寡，吼，咱呀，我相信是相当有某种程度诶即款诶效应呀。比较伫出版社诶立场来讲，即个出版者、即个翻译者、即个作者认为讲，台语文学甲英语文学是同一个平面诶物件。希望安尼会当影响读者吼对即两个文学诶观点就对了吼。我想这嘛是真有可能啦。是讲即摆若台文诶人口含英文诶人口吼，是英文诶人口比台文加足济啦吼。所以有可能讲，我看这是可能是文化通路诶咧主理诶人吼，责任嘛啦吼。这就毋是讲咱即个创作者吼，会当做到诶代志。就讲看伊安怎去行销吼，这我想。看安尼行销诶步数，应该是嘛有可能啦吼。好，安尼若讲对英语社会诶受众来讲，吼，若讲好，咱有遮个台语文学吼出去吼，对英语社会会有啥物款诶意义吼？因为我有捌天咱有捌对谈过，讲有一寡遮个英文的刊物，也是讲英文的作品吼，伫遐咧介绍台湾的时阵吼，介绍是即个中华民国的气味较重吼，台湾的气味较少吼，
所以咱若讲用即个台语文学甲伊翻做英文，对英语社会遮个人、遮个受众，对台湾的理解，敢会有啥物款的无共款？我看这是规个这是一种规组的环境的因素吼。咱若看韩国文学翻译做英语，这是搁一种的英语人咧读，有一部分是韩国底的英语人，这应该是一个足重要的部分。伫韩国底的英语人以外，是搁一种人，搁一种英语人咧读韩国文学的英译，伫离即个东亚人文化愈远的人因若去读韩国文学，因就变做一种亲像营销咧讲的即个 early adopters 嘛，因就是迄款大先咧试验一个产品的人。即款的人因要安怎？即款的人因伫即马毋是咧讲一个产品，即马是咧讲一个文化，即款的人因若对台湾有认捌的，因若准讲伫即个英语社会内底因对台湾社会有认捌，就是真凄惨的，就是因所知影的足济拢毋对的，就是因的印象就是讲，台湾自1949年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伊台湾的开基祖是蒋介石，因较早是为中国来，毋过因即摆已经民主化，因是世界人类的历史头一个民主的真亚人的国家，这是英语世界即马对台湾的认捌。其实陈水扁时代迄阵，迄阵的媒体咧写的物件无共，无啥共。毋过真无彩，就是讲伫蔡英文时代甲陈水扁时代迄个媒体的英语媒体的产量差不多是100:1啦。所以即马40岁以下的人，因拢对陈水扁时代迄阵迄个淡薄仔宣传完全无印象。你若讲到台湾，因就想到中正纪念堂，甲牛肉面，即款的印象就是，咱若看真侪现象，比如讲一个英语人咱若讲一个印度底的英语人是一个犹太人，伫旧金山是纽约，伊一定自细汉身躯边，伊就熟悉一寡台湾人，遮个台湾人拢无姓陈，因拢无姓杨，因拢是姓 Chen、姓 Yang，因这是一个真悲哀的代志，就是囝若讲到，因即马阮兜要过年啊，即马是 Chinese New Year，阮兜要过年，你毋是讲是 Taiwanese？是啦，阮是 Taiwanese，毋过阮是过 Chinese New Year。共迄天 Koreans 因咧过 Korean New Year 哦，越南人因咧过 Tet，伫台湾岛内，韩国人甲越南人是一个足吊腕的一个事实。毋过你若住旧金山是纽约，你就是规工
共一个教室，倒手边是台湾人，正手边是韩国人，后壁是越南人。啊，这三个人因拢共一天在过年哦。毋过正手边的人是咧过 Korean New Year， 后壁迄人是咧过啊，倒手边迄个人伊姓 Yang， 伊咧过 Chinese New Year。所以这款的因为这款的事实，这款 early adopters， 因对这个代志拢真敏感嘛，因自然就袂感觉讲中正纪念堂啊是牛仔年有啥物奇怪，啊是这个1949年建国开基组是蒋介石，因为伊自细汉伫身躯边看到的台湾人，伊就是看到这款的现象伫伊的身躯顶，无论是乌啊还是汉字，所以我感觉有真侪通路的问题吼，咱若有真侪通路的问题啊，爱拍拼处理，毋过伫处理这通路的问题时，爱先处理这款问题。这款问题真着急啊！咱若准讲会使伫20天以内处理，听起来是真久的时间，毋过2002年淡水冷时代到即马已经过20天啊！哦，所以咱会使为这来思考讲，敢有可能2042年？那准讲一个印度底的美国人，伊坐伫旧金山的教室，伊倒手边迄个台湾同学是姓杨、姓陈的，姓李、姓王，伊咧过的是台湾的 New Year， 这敢是2042年做会到的，若无这敢是2060年做会到的。我觉咱应该爱有这款的迄个 vision 嘛。呀，我来插一个吼，刷下刘公遐的问题啦吼。这个我想这个台英翻译了，这个出来物件吼，这个通路吼，可能伫国外啊甲国内可能会无啥相像啦，吼啊，无定伫台湾颠倒这个通路去较快，比国外较快，也无定着，吼啊。若伫即个国外吼，即个通路吼，我想会加真困难吼。但是开始的时阵，可能是按即个学术界开始啦，就是专门有心要了解台湾的文化的即个学者，会来开始注意到即款物件，吼。因为以前即款物件拢 not available，吼。所以这可能是一个小通路之一啦。若要探去到一般的读者吼，我想这个就加真慢啦。吼，颠倒吼，若是这方面吼，咱来演台语的戏剧、电影吼，加真紧。吼，就讲韩剧啦、啥货吼，迄戏剧吼，咱即摆台湾有真侪即个关于台湾本土台语真侪即个电影吼。水准拢足悬啦，用即款物件来拍国外的通路，可能比文学翻译较紧啦，吼。但是当然，遮个代志拢爱做，若会当做拢爱做啦，吼。这是那天讲的，介绍台湾文化就对啦，吼。毋通互人误解讲台湾文化就是中国文化，吼。台湾就是中国安尼，中国就是台湾，吼。好，我接续即个咱你遐个问题吼，搁落去吼，就是讲台语文学翻译做英文了吼，对作品本身吼的欣赏会有产生啥物款的变化？吼，比如说白一是台语文学，吼去，大家讲这读无，吼，伊就翻做英文，敢会增加迄个分量？
还是讲迄个咧读的时阵，翻做英文的时阵，迄个气味，说啥走整去，还是讲愈搁较好，还是讲无共款，吼，是毋是？是毋是啊？单位遐吼，你是作者本身，你先来好， comment 这个足大的问题，足大的问题吼。啊，可能今仔就是阿天要讲的这个主题的一方面，就是讲安怎甲台湾文学吼、台语文学翻做真水气的英语文学。哦，这是咱今仔可能咱今仔要讨论的一个真根本的问题啦。哦，除了咱要认捌阿天这个人，哦，真特色的人以外，这个第二个课题就是安怎来，什么美感啦？哦，这应当阿天爱先讲，但是我即摆已经讲落去啊吼。啊，请阿天甲我纠正吼，还是补充啦吼。啊，我想吼。这个上界底线就是讲，这个台语文学翻译做英语文学了后，吼，爱保持两个物件，吼，就是为这个英语读者的立场来讲，第一，伊爱随知影讲这是台湾文学，吼，毋是一般的英文的文学，吼，从伫土产英国、美国出产的文学，第一，因爱随会当有即个印象，吼。啊，第二就是当然，即个即个啊，要安怎达到即个真要紧的目的，吼啊，当然这是一个足有路的平衡啦。第一，你爱保持台语文学的特点；第二，你爱互英语读者会当了解你咧讲啥，你翻译出来物件会当了解，吼。啊，你若足极端的时阵，甲翻做完全英文的物件，吼，英语读者随读随拢会了解，但是伊毋知影讲这是台湾文学，哦，还是日本文学翻过来，吼，即个你着失去一方面，吼。啊，你若翻了拢足台语化，啊，即个英文读者读起来袂当了解讲你是咧讲啥，这嘛毋对，所以这是一个足困难的即个中间线就对啦，吼。啊，我想要安怎达到即个方面啊？第一，即个翻译了后，即个故事的背景爱保留，吼，故事的伫台湾的背景，伫美国以外，即个故事内底即个背景爱传达出来，吼，互读者随知影讲啊，即个故事即摆发生伫台南，发生伫台北，毋是伫洛杉矶，吼，即个是一方面。啊，第二就是文字的方面，吼，文字的方面嘛爱保留即个滋味啦，吼，偏偏讲，比如讲，咱来讲吼，一个例，吼，就讲即个台湾即个藏，这是台湾足特别的物件，吼，台湾文化甲美国文化无共的所在，吼，啊，你若直接甲翻做啊，即个用英文过来字甲倒来翻做一个英文的藏的物件，吼，啊，因为英文无藏嘛，所以你若讲要透底翻译甲互英文读者了解讲即个藏的物件是啥吼，啊，你甲讲吼，这是安怎包安怎讲，啊，但是你无讲藏即字出来时阵，吼，你就失去台语的即个台文即个滋味起来，吼，所以第一方面是即个故事的背景，咱爱不时提醒读者讲即个物件是发生伫台湾，吼，啊，第二按文字上，吼，或是地名啊啥货吼，即个特别是台湾词，袂当用英文直接翻译的即个词，吼，也是真困难翻译，像讲
叙述啊咧捻喙鬚，你即个捻喙鬚，这台语讲起来是真特别的事。啊，你英文要翻译吼，可能爱用过来的字才翻译好势，吼。像即款的物件是真困难啦，啊，但是会真了紧，吼。啊，我先讲到遮就好了吼。我相信阿天可能有搁较详细的即个意见，吼。咱搁落去有迄个 in and out 吼，迄 out 的部分，伊其实我是感觉讲，这有来牵涉到讲迄个设定的问题啦。来讲 out 的部分吼，咱要设定是虾米款的读者群吼，可能会有争差啦吼。所以阿天你敢要来回应一下？其实伫翻译学即方面，我无啥物见解啦，就是有一寡人亲像我算讲是台语学对台语学有研究，毋过我台语讲了哩啦，有一寡人是台语底真深，台语讲了真水，毋过伊毋知影台语的声调是要安怎叫，还是有几个所以讲伫翻译即方面，我应该算是会晓翻译，有一寡经验，毋过对翻译学真无了解，安尼本地吼，咱搁落去有一个即个问题可能较大，可能咱也无法度立即来回答的啦吼。我本来想讲，这若是讲台语文学吼的翻译吼，敢袂当委托台湾文学啦吼，免讲干若讲台语文学吼，会当开拓台湾文学吼伫世界文坛的即个境界啦吼，的范围啦吼。所以我想，时间可能也无较济，咱就甲即个问题，咱就甲 skip 以后若有机会，大家会当来思考吼。对吼，咱即马欢迎大家若有要问问题的吼，咱来写踮咱的chat room好无吼，会当安尼共同来问，共同来讨论吼。所以咱搁落去吼，咱就要来讲一寡较技术性的吼，较细节的问题吼。我甲伊号做讲翻译过程中所拄着的眉眉角角啦吼。阿天有写讲分做 ins and out 我是无还没讨论过，我是想讲，那 in 的部分可能就是讲对一个即个翻译者的立场来讲，伊要开始翻译这作品的时阵，伊爱大先去吸收来去了解作者就是讲作品啦迄个作品迄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等遐会当真正来吸收毋尔干若讲即个字面遮个物件第二项的 in 啦的 ins 就是讲爱去了解即个原作者伊即个本来伊的即个文学的 style 伊的文学的即个风格甲伊的做人安尼来咧翻可能若一个翻译者若有吸收者的时阵，有掌握者的时阵要来翻会较好势毋知对即个问题，天你敢有想要来回应，然后较来请单位遐检查会当讲较 specific 的就是讲针对咱捌翻过几啊篇啊嘛草地找牛、出国即项代志搁东树普及的遮的一个，搁有论说文，就是讲即个台湾文学发展的下一阶段所以敢会当请阿天你先来来 comment 一下我的印象就是咱即摆即阵咧翻译陈瑞生
所写的故事有一个真难得的机会，就是讲故事内底吼，有一寡所在会使直接请教作者，甚至有当时啊，我原底毋知影，我小可有误解，因为甲作者交流，才知影讲我原底迄个理解有走进去，所以这是一个真难得的机会，我的印象，一般的翻译并无做到安尼，所以咱若去看迄个囡仔王子伊的法语的原文，咱搁看迄个英语版的，西班牙语版的，拢有一寡所在会走进去，即个囡仔王子已经算讲是一个全世界较有咧注意的一本册，所以讲，若准讲咱翻译会使做了较详细、较精确、较认真，应该是安尼做才对。咱爱对迄个原文有完全透底的理解甲掌握。毋过一般来讲，一般人对翻译的想象会想讲，其实一般人会想讲翻译是一件足简单的代志。一般人会想讲，若准讲我有这两个语言的能力，我嘛有法度随做落来，一点钟翻译3、4页啦。这是真侪人对翻译的想象。事实优良的翻译毋是安尼。我知影。这我做赞成啦，这我做赞成吼，拄则阿天讲爱对这个作者这个写作的背景，甲甚至作者本人的这个感情啦啥货种种愈了解可能愈较翻译了较正确、较轻松啦我知影。伫外国有的人专门咧翻译的人伊有敢若翻译一个作者的一个翻译者一生敢若翻译一个作者，即款的翻译者也有这就表示讲，咱会当看出讲为什么啦这个关于翻译本身一寡技术上的问题咱是毋是过来才讲，还是进要来讲？就是用这个阿天翻译过来这物件来讨论咱是以后要搁讲，还是进？即摆怎刷落来，所以就差不多印的部分就差不多讲到遮嘛即摆来就是干涉着讲一寡眉眉角角啦，比如讲地名啦人名啦历史事件的名称顶面外译的遮的物件搁落去咱有想着讲咱要设定即个受众的一寡眉眉角角啦咧out特别翻译的时阵，要咱考虑着讲即个文化差异甲即个比如讲外语社会的即个读者的理解能力等等啦所以可能咱就先按讲用即边咱咧翻译遮个文章遮个地名人名、历史事件遮啦我先讲，我一个阿天咧讲的即个翻译迄个台湾信的即个发刊词我干若有2点啦第一点就是讲，即个台湾啦台湾文学还是讲台语文即摆英语咱
本地那通常咱就讲啊，这个 no brainer 嘛，一定是写做台湾 nese 嘛，哈，就是 TAIWAN 哈，ESE 嘛哈。啊，毋过嘿，你建议翻做用台湾就是 TAI 哈 OAN 啊 ESE 哈。啊，这两项吼有啥物款的争差？吼啊，是安怎较会无爱用即个一般人咧，即摆英语世界通用的通行的台湾吼，啊是要用台湾安尼吼？你敢会当？啊，佮另外一点就是讲，嘛有可能就是讲 Formosan literature 啦，吼啊，所以即三项，你敢会当来说明讲？天可能早啊，你你有听到无？你敢会当听到我？有有吼，好，好，安尼无，敢袂当请你来回应讲是安那要翻做台湾 nese 吼，毋是台湾 nese。诶咱会想讲，遮个代志吼，诶，就是我感觉咱一般对遮个代志的一寡咧讨论的气氛吼，拢是建立一种对华人的客气啦。因为华人本身是无咧客气的，所以咱若看1945年进前，英语媒体伊若写着家己，伊是安怎写？伊若写着高雄，伊是安怎写？伊咱会使为即两个例看着咱爱知影的代志，吼，就是讲家己是写 KAGI 呢？是安怎家己是写 KAGI？其实毋是因为台语，是因为日语是安尼讲的。所以英语媒体是照日语甲日语的卡语转做英语 KAGI，这拄好和台语相共。高雄英语媒体写做 TAKOW， TAKOW，这是照大清时代的英语，所以这无照日语的翻译落去转，是安怎？这应该是因为英语世界伫日本时代进前，伊就知影打到这个所在啊，所以伊就算讲是有一个惯用名，家己无惯用名，所以伫这个无惯用名的情形，因就用迄阵迄个当代的日本帝国用因的国语落去转，所以有这两种情形。即马的台湾是啥物情形？就是咱若看英语媒体，伫差不多1960年进前，是上少1955年进前，台湾岛这个所在，伫英语媒体拢写做 Formosa 呢。伫1960年代才渐渐换做是台湾，一般拢是写台湾，佮有放迄个月牌，月牌内底写 Formosa， 所以写讲台湾 Formosa， 台湾 Formosa。所以是安怎？伫1960年代会转做台湾，伫即马40岁以下的遮个旧金山甲纽约的英语人的想象内底，这是因为脱殖民啊，脱欧洲人的殖民啊。Formosa 所代表的是欧洲人殖民亚洲，Formosa 转做台湾是脱殖民的一个现象。不过其实咱知影，这个台湾，伊并毋是照台语的台湾落去转的，伊是照中国语的迄个拼音 TAIWAN， 所以讲伊事实上伊是照中国语，
佫有迄个第二世界大战进前迄个 KAGI 家己伫英语媒体号做 KAGI，伊虽然是为日本语来，毋过伊甲台语无争差，咱会使讲莫计较。毋过即个 PAIWAN 即款的问题，咱若真正要惯用，安尼伫英语内底就应该是 Formosa。咱若真正要讲族群，照迄个族群的讲法，安尼即个台湾岛就是应该照本土语言嘛，照客语嘛好，照台语嘛好，毋过无应该照中华民国语。所以讲这是第一个部分啦。第二个部分就是咱若准讲台湾岛号做 Formosa，即马是咧讲英语，即马毋是咧讨论台湾岛的台语名，还是客语名，即马完全敢若是咧讨论台湾岛的英语名。即个英语名若准讲号做 Formosa， 安尼台语甲台湾人都有伊个名就足清楚啊。就台湾一个是台湾语，一个是 Formosa， 美丽岛人就是 Formosan。咱就解决即个问题啦。因为咱若为一个客人的角度来想，假使讲伊是看字的台湾人，毋过伊毋是会字的台湾人，这其实产生足侪无方便啦。这其实嘛毋是并毋是台湾族原底要将伊的名冠伫即个岛的顶悬，这是实名者做的代志。所以这其实对美丽岛人应该是无重要的。就是为一个美丽岛人的观点，咱无一定爱为清国还是日本国伊的遮的行政名，还是伊的习惯所以咱若拄好英语的惯用名，伫台湾岛即方面的惯用名是 Formosa， 这是到差不多50年前。50-60年前，才去用中华民国所宣传的名代替。所以咱若搁再使用即个惯用名，安尼台湾人甲台湾岛即两项意思就会使拆开啊。多谢天的回应安尼嘛，互我学到一寡物件啦但是兄，你敢有要就你遮作品一寡？多谢。阮有一篇我来加讲一点啦这篇这个论述文这篇梁公兄的这个创刊书第一我感觉这是论述文我的这个直觉是感觉讲，可能论述文比小说较好翻译毋知对毋对这阿天会当甲我纠正一下会较简单足多。较简单真侪真好。第二就是这个关于我捌看到阿天翻译的这篇文章另外一版有注解啦，有加注解毋知是这篇还是别篇论述文有注解我是感觉讲，这可能按这个产品的这个要读者较了解这个背景真要紧，会真有帮助啦这是我一点建议我感觉讲阿天的这个注解实在是真重要佫足简洁足清楚对于台湾语言环境无了解的人来看我相信有足大的帮忙啦这是一点。
啊，上尾啊吼，这篇翻译英文上尾啊抓吼，有上尾啊抓有用到一个字真心学，我来小来读一下吼。Will remain lingua franca on Formosa 啊，on Formosan shores 啊。啊，另外一句是from all who love Taiwan and call her own 吼。伫遮即个真接近，一个是 Formosa，啊，一个是台湾吼。啊，翻译上我感觉这足水气。啊，我袂记得讲原文是毋是拢台湾啊？这可能龙光兄才会记得吼。啊，太可惜了。这点我是假讲的吼，就是讲，这个有时用 Formosa，有时用台湾哦，这有当时我是毋是小代志啊？嗯，是毋是拢台湾？是所有关心台湾的，所有认同台湾、听台湾的人，做伙来关心啦。迄个咧，will remain lingua franca on Formosa，会当继续伫台湾生存，还是你敢有用到 Formosa 这个词？无，我无。吼，所以 OK 我是感觉讲吼，天伊即个咧翻即个物件的时阵，即篇的时阵吼，伊即个受众的设定吼，就是设定互英语社会、英语人的背景啦吼。所以我是感觉伊翻啊，实在是真水气啦吼。虽然咱这伫美国住较久，毋过英语毋是咱的母语吼。啊，对即个英语社会，因即个文化的即个眉眉角角吼，迄其实抑阁有一个距离啦。啊，我是感觉讲，伊安尼甲伊翻出去吼，伊迄个目的，要互即个英语社会吼来理解吼，会较真有帮助啦吼。啊，所以我本地的想法就是讲，用几篇啊论说文吼。来 set 迄个 frame，啊来较过来介绍台语文学。安尼的时阵，检查若是讲有加读着，譬如讲即篇文章，吼，其实是我是感觉即篇文章可能一点无讲着，就是讲大部分的拢是 illiterate。啊，遮咱咧做诶，伫迄当时1991年吼，会晓读台文诶人其实足少，啊，晓写台文诶抑阁较少。所以是大部分是咱台语的青梅牛啦，吼。啊，即个台湾 writing 应该是算做一种迄个 literacy 的即个，吼，要人教人认捌文字吼，推动要消除文盲的一种的努力，吼，安尼尔吼。啊，成功落去遮，啊，搁来，搁等于遐你评迄个台湾文学吼发展的后一阶段吼。安尼用遮来 set 一个 frame，啊，搁落去，啊，搁来介绍遮个台语文学吼，安尼检查会互遮个英语读者来讲，哦，啊，你是安怎解？你的文学是安怎写作安尼？你是咱要翻册安尼吼，会加减啊有迄个帮助啦吼。好，安尼落去吼，咱就过来后一个啦吼，就是讲，伫这我号做 in and out 啦吼，就是讲原作者甲翻译人啦吼，翻译者或者翻译过程中的角色吼。所以这可能有一寡情无共，譬如讲，咱若是咧翻译一寡，譬如讲，拄则迄个囡仔王子的原来法国版，迄可能也无版权啊吼。啊，所以任何人拢会当去甲伊摕来翻吼，啊，照伊的意思去甲改编啊，看是要改做戏剧、改做电影吼，啊是看要怎翻译吼，迄个无受限制吼。啊，若是讲对有版权，也是讲即个作者还佫伫咧吼，啊是讲佫有一个变做 professional，即个专业的翻译人来讲吼，有可能佫有一个人甲你 commission 吼，啊，迄个小可迄个情形就佫小可较无共啦吼，啊，所以我即摆是咧来想要让大家讨论讲，即个原作者啦吼，啊，翻译人啦吼，啊是讲第三方的平台的人啦吼，来咧
要来做即个计划的即个主持的人吼，因伫即个翻译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啦吼，当然这嘛会当做伙来讲啦吼，就是讲有个人会想讲啥物是 translation 吼，啊有个人会感觉讲这其实要做翻译根本无啥可能吼，所以就是规矩用 remake 吼，就讲去吸收迄个精神啊，来了后。去照即个翻译者的物件，去甲伊做一个定写啦，对吼，照迄精神去定写吼。所以是毋是安尼的时阵，恁两个啥物人要先来回应即个问题？无，但是兄你莫过开咧，你先来讲。好啊，敢会使请你问题去讲一摆，我小可较简单就是讲，伫即个翻译的过程中啦，吼，你感觉讲做一个原作者啦，吼，啊，你较要义的是啥物款？吼，还是讲你所扮演的角色是啥物款？可能是讲你较要义，你较希望的是啥物款啦，吼。啊，较顶下阿天来咧讲，嘛是咧讲你做一个翻译人来讲，你较希望的翻译出来作品是生做啥物款安尼？呀，这可能就会牵涉到即个较细节的即个技术的问题啦吼。对我来讲吼，当然是像讲一篇故事，比如讲咱讲草地找牛这篇故事，吼，伊的上内底的主题，吼，是翻译了是毋是还伫遐？吼，你拄则有讲到 remake 这个问题，像比如讲这个《Godfather》本来小说remake 变做电影，伊迄可能是拢 remake 去啊，就是讲伊毋是真正翻译的即款的 remake， 但是伊可能作者的主题底线拢还保留咧，所以这是第一点，这上要紧啦，可能第一点第二点我较在意的吼，就是讲是毋是有保存即个文学台语文学的即个也是文字诶，即个优点的所在有保留无？伫翻译做英文了后，即个优点有去变去较浅去，还是消失安尼？这是第二点啊。第三点我真在意的就是讲，即个读者即篇翻译了后，会当原来会当感觉讲即篇是台湾的故事安尼大概是即几点啦。多谢哈，来，阿天，到你来，换你来讲一个好无？这算讲是翻译行啦。我对这毋是真了解，毋过一般来讲吼，若算讲，我若接一个案件，我会希望迄个人客会使互我一寡指示啦。真侪人客其实伊无互你指示，毋过落尾你翻译出来的物件，伊感觉无放心。毋过原底伊嘛无法度讲伊要爱的是啥，其实咧翻译有足侪选择啦，愈技术性的翻译就愈无选择，所以讲技术性的翻译其实真简单，因为你就是照迄个。会照迄个意思啦，就是类似电脑语言安尼，若愈无技术性的翻译，就愈有即个再创造的迄个性质啦。这是真难免的，
有上少有一个安怎讲吼，有一个 access 啦，吼，有一个你会使甲原文吼翻译甲足精准的，会使互迄款2000档后的研究者来看，吼啊，你嘛会使甲迄个原文翻译互一个单语言的受众会去读，啊，即两种的翻译，照讲拢是拢无毋对啦，伊拢有伊的路用含伊的价值，吼，啊，伫即两个极端中，抑佫有足侪半无啊是7成还是3成的迄个选择啦，即就是看需要，看人客的需要，看若准讲无人客，就是看社会的需要，看受众的需要，看译者的需要安尼。嗯，听你咧讲诶吼，互我想着讲即个圣经诶翻译啦吼。听讲，我听林俊玉长老吼，伊咧讲，基本上圣经翻译有2种吼，一种是迄个功能性诶翻译吼，啊，迄就是若所有诶即现代性，若讲有讲啥物现代台语诶现代中文吼，迄拢是要针对讲一个较单语族吼，就像即个阿天咧讲诶遐吼，诶人诶需要来翻译诶吼。啊，另外一种是叫做平衡性诶吼，还是尽量虽然读起来足歹读，但是较要保存即个原来诶原文诶意思。啊，咧留互安尼，若是讲要研究者吼，伊以后要去研究原来诶意思，较袂走精去啦吼。可能是有即两种吼。啊，我佫听着这，我有一个想法啦吼，就是讲，迄个艺术家和设计家吼，伊拢普通拢是平平受共款诶训练吼。啊，毋过其实若要做一个设计家吼，伊着足歹做艺术家啦，吼，因为艺术家伊着是爱照家己诶意思去创意迄个去创作嘛，吼。啊，你即摆若讲设计家，还是讲你是一个on commission 吼，你有甲即个做即个 visual art 做一个职业诶时阵，你着是爱听甲你委托诶人去设计去做，所以往往迄个创意含变做讲你要受即个甲你委托诶人诶原创意诶中间两方面就会产生冲突，吼，啊，这是足自然诶代志吼，所以检查若甲伊挂入去职业吼，即个艺术甲伊挂入去做职业，还是讲翻译甲伊变做一种职业诶时阵吼，啊，迄个就会可能会小可无共款啦吼。好，安尼刷落去吼，咱感觉佫有要我会使插一句诶。好，嘿，哦，是的吼。啊，咱是毋是有时间来看即篇阿天翻译诶即个《唐书宝记》诶话头？有无？有时间无？有，即摆我吼，要来写，我要来对，举几个例啦，吼，讲嗯，翻译诶即个美角吼，要紧诶所在吼，我来讲几个例啦，为即篇翻译吼，好来。你慢者，你即摆是搭伫遮吼，不要紧，等下你继续讲吼，啊，我来找吼，好你，OK，继续讲，我来找，即篇就是咧翻译即个《唐书宝记》即个话头迄节吼。啊，即篇即节吼，其实是啊写做半诗啊半讲话迄个形式，所以吼，即节即个台语诶音乐性比别个所在拢加真重啦，吼。
伊尾啊，特别是尾啊有加死落去，但是伊头前遐嘛是，即个伊的滋味加速重，所以伊的音乐性加速要紧吼。啊，我即摆吼咱来看阿天翻译的几集吼，为即个角度来小来看一下吼。啊，即个好，即摆无文本吼，但是我先来讲另外一个你敢无看着？我即有无？应该你敢无看着？大家敢有看着？无看到即篇，即摆无看着？无看到即篇，有看到你的页面。我即摆已经 share 出去安尼，我甲 share 一遍，我即摆 share Messenger 呢，拢无人看着。但你敢有看着无？我搁订个试试。无啊，无，无安尼吼，我甲伊有看到台语啊、台字，啊，搁上点面 Taro Mainlanders 三个文嘛。奇怪，要 stop sharing 吼。这款线是分享毋着程我序，会Messenger去分享啊，我毋是爱先 download 落来，还是安那？这应该毋是 Messenger。你敢是送来 Messenger 互我，迄若还是？迄若拍开了，伊会开我一个 browser。所以我爱分享虾米款？我爱分享爱分享你的 Firefox 还是 Chrome 还是迄个 Chrome 吼 OK， Chrome 嘿。是啊，安对啊。对吼， OK，呀，哦，第对二集，即页第二集，哦，OK，咱来看吼，咱来看咱来看原文啦，吼，大家有领读，有领看吼，好，毋免煞吼，啊，即个我毋免读啦吼，但有领读吼，啊，来甲摕即个含即个台语语言即个声调的流程，吼，甲注意，特别甲注意即个声调，吼，啊过来，咱来看阿天的英文的翻译，吼，伊是毋是有表现着即个台语的即个原作的即个音乐的即个 melody 出来，吼，咱来甲看觅吼，啊，有人要读无？啊，天，你英文较好，你念一下好无？我英文吼，迄个调袂水，呀。On this day，我来读台语啊，应该换另外一个来读英语。吼，英文声调较水的人吼，较准的人，有人要读无？我若要志愿无，你莫去拍开吼，嘿，讲一个来志愿要歹势吼。啊，我会使来念。好，好听，请，真好，较大声咧。On this day, she finds a little China doll down at Blackpool River. It is old, but unfaded. Pitied, the face is broken here and there. Body badly worn. Leg is broken off below the knee. The old lady pieces the doll back together into the pretty young woman it had been and puts it up in a cupboard. Then she notices writing stamped on the underside of the base. Hun, cloud, and the XX, and a bracelet of red gems is missing from the right forearm. Where could it have gotten to? She quickly summons her daughter to look for it. OK，好，多谢吼。所以吼，照我读起来了吼，即个英文翻译吼，真像水咧流安尼。即个台文原来的即个声音的即个效果拢有保留咧吼。
这我感觉个即个翻译诶人吼，有无意中也是超工有伫注意中吼，有保留即款诶物件吼，这是真无容易诶代志啦吼。好，啊，佮过来落来，咱职业讲职业吼，一个啊，有一字叫做啊，吼，倒边尾仔第二逝18-9岁啊，伫老母身边吼，即个啊，咱台语有，但是英文吼。遮我所在无讲单字一个词叫做啊，你干嘛呢？啊天毋知啦，可能爱用过来字倒起来遮。啊天伫遮翻译了真水吼，来，我看伊安怎翻译吼。我起你一出啦。哦，nesting at her mother's wing。吼，这就是这就是伊个英文的翻译吼。啊，这就是咧讲翻译的时阵吼，那。台语无相对的英文的迄个词的时阵，你要安怎翻译？这原来是一个翻译的美角就对了吼。啊，伫遮我感觉翻译真水吼。啊，搁过来，过一段。搁过来，落来。OK， 我有一个问题吼，咱来请问阿天好，这个庆吼 ，OK， 这个倒边咱先来看。这个即集吼，啊，你的 cursor 吼 ，OK， 我即摆小读一下吼。哦，即时即时山谷吼，即时山谷的天边你这我未看到，我伫对。看倒来，对，即集对，即集免说，对，即时呀，对，即时吼，即时山谷的天边出两撮翘翘的彩虹，一撮悬，一撮低。拄好建伫山甲天的中央，查某人应讲：“我是风来，人都无看见。”煞听着远，改成一群人伫念歌。OK， 遮吼，伊遮是写讲，即时山谷出天边，山谷的天边出两撮翘翘的星，一撮悬，一撮低。啊，这边伊安怎翻译？Two rainbows, one high, one low, arch into view on the very horizon. OK， 伊遮咱有注意到吼，伊的顺序拄甲原文倒边，哈 ，Two rainbow 出两撮星，哈，建伫山谷甲天的中间，哈，过来，遮原文是过来遮一撮悬，一撮低。吼，这个顺序无相去啊，吼，我问题就是讲，拿英文的这个 melody 来讲，是毋是甲台语的这个 melody 小可有争差伫遮？吼，那台语我是感觉讲一撮悬一撮低，拄好建立这个顺序较顺遂，这是一个问题啦。无讲真要紧，但是这是翻译的一个美角之一啦，吼。过来，确定遮请请阿天回答一下吼，搁关起来，吼 ，OK， 无，搁加，sorry，搁刷落，哦，遮好，即首诗所在，吼 ，OK， 故乡有近近的玉山，即句阿天安怎翻译？伊翻做讲Home is where 玉山 is near。吼，即句真歹翻译，但是伊翻安尼吼，我感觉足水气。吼，伊迄个景迄个声调、迄个音乐拢保留伫咧。吼，搁过来一点，我是无讲真确实。伫遮吼，上尾纸我讲蓬莱神住伫玉山。吼，即个我讲就是规首诗的上重要的所在。吼，表示讲，即个讲话的人
对伊顶悬遐所讲的物件足有信心。这是我讲的，因为我足确实，我相信我讲的即节拢是，所以这是这首诗上要紧的所在。啊，伫遮，迄个阿天安怎翻译？吼 ，Our peaks never close eye, hear me。吼，这我感觉我翻译了真好，真好。啊，毋知有较好无，我毋知影，但是我是感觉讲，算做袂歹袂歹啊啦，吼。啊，即几点吼，咩咩角角啦，啊，可能请阿天来煞来讲一下啦。哦，我若看到即款的原文，我会足错的，因为其实，我起头要翻译的时，真正毋知影要毋知影要安怎翻译，啊，敢若是靠一种信心啦，会使讲是亲像迄款酒醉咧赛车的人的信心，毋过精彩是我无咧赛车，无产生危险，啊，亲像即款亲像拄则看到迄两篇文说文，迄要翻译就较简单啦，迄就是用时间落去翻，一定翻会出来。啊，若即款的故事，即款的著作要翻译，就会真正，因为其实我这是基督徒真爱讲的话，就是基督徒真爱讲，我永远拍球拍到安尼，毋是靠我家己，是靠上帝咯。所以即款的著作要翻译，毋是靠我家己的，毋是靠我家己的能力啦。啊，我家己用想袂出来。啊，其实我对翻译即款的文章嘛，无算讲真有经验。毋过若亲像落尾即首诗吼，落尾即首诗是有押韵的。我以早细汉的时，有当时看人咧翻译韵文，因为一个有押韵的韵文的原文翻译创作出一个有押韵的译文的韵文。我细汉的时会感觉讲，这是一人足想袂到、足想无的代志。毋过，落尾会开始试验，才发现讲其实无论基本上拢有法度。我毋知影是安怎有法度，毋过有当时爱了足侪时间，因为这无一定是咱家己想会出来的，有当时是爱等。你有可能翻译3工拢无结果，是迄个结果无介好。第4工毋知是安怎，迄个答案就产生就出现基本上是靠信心啦。所以讲真侪专业的翻译者有一寡迄款软体伊是靠软体来翻译，翻译了足紧我袂晓用遐软体，我嘛无买。这拢是靠算讲是手工的翻译啦。其实伫起头咧做的时，起手咧做的时，小可错，因为毋知影敢真正翻会出来。所以这落尾就是遐懵遮懵啦。试验足侪无共的即个，亲像
但雷森拄则你咧问讲即个两个彩天为迄个山谷嘅天边即个山谷嘅天边出两撮翘翘嘅彩天，一撮悬一撮低，拄好建伫山甲天嘅中央。我嘛毋是看着这就知影讲，迄个译文爱安怎用。我应该是有试验足侪无共的方式，一直试验，落尾会找到一个加减满意的，所以对即个技术，我毋是足了解，就是会尽量做啦。多谢阿天。咱时间嘛差不多要到啊吼，我是感觉讲即篇实在是经典啦。我咧读即个时候，我感觉讲这哪一个梦境安尼吼。但是迄个精神就是讲，像即个介内底一个老查某人吼，拢去捡人个等去煞毋甜诶物件，面搁破去吼，断骹断手，搁甲伊补诶，甲伊用落来吼。我感觉这其实实在是一个足好诶一个台湾诶一个新话啦，就是讲足疼惜遐个安尼受欺压诶吼，遐个破相诶遐吼，实在是一个足有疼心诶一个故事啦吼。毋过伊咧写甲咧做面目安尼吼，搁落去搁用即首诗来结束，我感觉这实在是足令就咱人诶物件，嘛看起来介成故事嘛，无讲足令连接吼。所以即种翻译其实实在是应该是真歹翻啦吼。拄则当然我对即个翻译和文学我拢是外行者啦吼。毋过我感觉讲伊像拄则即个咱们兄你咧讲吼，讲我讲吼。毋过当然重点伫遮，但是伊甲伊刷来头前讲 hear me 吼，hear me。我是毋知影讲伊天试验我到尾伊无讲较简单诶讲吼，讲 I said 伊就讲hear me 吼，是毋是啥物款诶用意吼？这可能伊天可能嘛是试验几啊遍诶款啦吼。好，无咱是毋是看有啥物款要综合要讨论诶无？咱即马我著这小要甲我要离开，我要甲即个小停止进前吼，毋知恁有要阁补充啥物无？有关即篇文章，咱其他诶文章吼，咱拢搭伫迄个即个世界台湾文化论坛遐吼，要读诶人会当踮遐读，嘛会当家己踮迄搭写恁诶感想吼。敢有？好，无咱即马就开放，互人来讨论啦，好无？看有啥物款，我看恁袂着吼，所以恁若要讲吼，恁若要讲，恁就直接拍麦克来问问题，好无？好，我即个甲停掉。Hello，你听无？有，请讲。即个诗真水吼，我毋知会当含你联络，我无你讲诶所有认同诶什物message，所以是毋是你会当互我你诶电话，我含你联络。你敢有伫？你敢有用 Facebook？无。你嘛无用 Messenger 吼？安尼，你敢有我诶联络方式？无啊，我联络无你诶方式。拢无联络。
啊，无你就是甲你写踮chat room遮好无？你甲你的联络方式写踮遮，看你要若问啥物人，检查下天也是单位，当直接和你联络。我是要找你，我有家己要拜托。好，安尼你甲你的联络方式，你写踮你的 chat room 好无？无我是讲你若互我你的电话，我拍互你较讲较好，好，我较，你敢是 Jennifer 的迄个？呀，这个是我的身份啦。对，好 ，Jennifer 是写 Jennifer Chow 嘛，是写迄个228的那个是的作者，长篇小说的作者，伊即摆要出版足侪英文小说，嘿。我有问伊讲，迄个前面讲先生的电话是几番，伊讲伊毋知影。好，安尼我写互 Jennifer 好无？我应该还佫有伊的联络方式。你直接甲我讲这个电话，我直接拍互你简单。310-384-8228。310啊，是啥？884。310-384-8228。 384。310-384-8228，对不对？嘿，对。我看一下他们联络。好。我看到他拍电话。他们正常的时间。好。多谢。来，免谢你哦。Hello，请讲。歹势啦，我中有走去伫身躯，中咱一段无听着，先想讲来问一下问题，若是问着，咱拄则有讲过，则麻烦大家甲我包涵者，你就免，若是有问着安尼重复的问题，你毋免甲我解释，我等下小可转去看录影就好啊。就是讲我看你之前有写一个文章，顶头是咧讲，就是你咧讲一个台英，嘛是台英翻译嘅问题。我会记得你内底有写着一句讲，我袂记你原句话是写啥，大概意思就讲，你办一道菜是爱传遐个料，毋过你若你今仔煮互100个人食，就意思讲翻译规本的小说，你爱传遐个料。毋过你若是干那译1-2页，干那煮互1个人、2个人去食，你共款嘛就爱传遐个料。苏当时你文章无写甲足清楚，我今仔日是不是想要问你讲，你讲的传的遐个料到底是啥物意思、啥物内容安尼？我想一下，我对这加减有印象。你若要煮互2、3个人食，你有哪爱去迄个灶骹，你的家私爱穿好，就是迄个意思。咱若莫用即个批论，咱实际咧翻译的即个工课当中，你译几本册，甲你译1-2页共款，拢着爱传的遐个料，到底是啥物物？你爱有才调写迄个气氛的物件。一般来讲吼，你迄个气氛毋是看你译者拄好惯势写啥物气氛的物件，你爱看迄个原文伊的气氛是安怎。你爱想讲即个原文的气氛要转做迄个目的语吼，是要转做啥物款的气氛？煞摆你爱有才调，将即个气氛体现伫文字内底。
你若有才调，将即个气氛体现伫2、3页内底，安尼你就有才调，将即个气氛体现伫200-300页内底。就像讲你若要，你若奥罗麦吼，你若有一台奥罗麦，伊的迄个色水吼真特别，啊，迄工买迄个茶来铺，啊，你甲车牵去迄个，牵去一间店吼，会去请教遐个师傅，因若要补2公分的迄个面积，含因甲你拆规台车，因拢共款爱去创造迄个色，所以讲创造迄个色本底是一种试验，爱了真侪工。啊，你若有找着迄个色水了，要用几罐，要用偌济，头前迄个试验，就是敢若迄摆就有够，就是即个意思。哦，安尼真好，感谢阿天回答遮尔啊详细啦。啊，甲我真正想的无啥共，我头仔想着是一寡较技术方面的物件。我就是你的意思是讲人名啦、地名遐物件要安怎处理。啊，即摆听起来是一个较一个 feel 尔。过来一个问题，这甲小说还是文学翻译本身较无关系，想要请教咱梁工兄，还是咱迄个陈老先生，咱在场的各位敢有开始有还是讲有人敢有即个想法，想讲咱要来做一本，唔免讲足矫正，免讲足大本的一本现代词典。我想即件代志想2-3年，是想讲目前嘛也无一个机会，还是讲一个什么缘分有通来做即件代志。咱台湾话要现代化名，上基础，咱头一步是毋是要有一本英语查英语字，要用台语甲你解说即款的词典？因为咱刷落来新一代的，咱嘛是看到少年辈即2-3年的一寡人投入来想要学台语文，无定当中其实嘛正经有一批人想要做翻译。若你讲要做翻译的人无一本字典互因查，我感觉对因来讲会是真。会翻译即件原在就已经真困难的代志，变做更较困难。毋知咱在座各位敢有想过即个问题，还是讲知影有一寡资源，还是机会用来咱安怎甲一寡有共即个想法的人来合作伙，互即件代志安怎来发生一本现代的词典安尼？陈瑞兄，你来回答无？伊咧讲迄现代词典。陈瑞兄，你无拍开麦克哦，我听无到你的声。我手头我无啥无，照我所在我毋知啦吼。但是我手头有一本叫做即个吼，可能真侪人有啦吼。A Dictionary of Southern Min 啊，闽南语词典吼。即个就是白话字用英文解说甲华语解说但是无台语啦。伊遮吼，迄个可能你嘛知影啦吼，迄个 Marino 吼，伊嘛有即个台英语闽南语字典吼，嘛有闽南语英语字典，拢是咧台中迄个天主教即间个出版的啦吼。当然拄则陈瑞兄咧讲的迄个是 Embry 写的吼，迄出版的年代佫较近啦吼。迄应该是迄个台北一个叫做啥物迄个语言中心吼，专门咧教外国人台语的一个语言中心出版的啦。其实我上早我会记得10几年前有鼓励人讲看要用迄个 Embry 遐吼做参考吼，
啊，慢慢起因，慢慢做吼。啊，毋过阮遮住伫国外吼，可能阮干那会当讲用即个 support 的方式吼，啊，可能是无法度由即件代志应该由台湾来主导啦，吼啊，若是会当讲出淡薄仔力吼，啊，到做一寡其他像即个其他的 support 吼，啊，阮是真欢喜做安尼啦吼。其实我来补充一句啦吼，这个下美发展的这个找台语嘿，字典，伊迄有一个功能，你会当按英文找台语，吼，为英文拍英文入去啊找，会当同时出几啊本的台语字典出来，对，吼，有这个功能啦。诶，啊，台语做英语我都无啥知。伊迄个我想还佫继续咧发展中的款啦。伊敢是讲伊即摆厉害甲变做讲一寡，因为一寡翻译吼，毋是讲字对字吼来咧了解，有时仔是变做讲规句啦吼。譬如讲你一字要了解迄个英语的意思吼，你若干若去查伊的单字，查伊的动语词吼，可能意思查起来嘛，可能会袂诚精准。所以即摆有一寡较现代即个线顶的书店吼，伊拢甲你讲哦，对一个文学家还是历史文件，啊有用着即字，啊伊的用法是安那。所以检采即摆吼，我先说讲一个我拄着的情形啦吼，所以检采这有哪会当来适用伫遮嘛无定着，就是讲我即摆若伫用即个伫网络咧读一篇文章吼，伫 Word 可能就较无法度，啊，毋过若伫别款的即个环境吼，像讲我咧读 New York Times 吼，我 New York Times 我内面我嘛足侪单字毋捌啊，啊，我著甲 highlight 起来，吼，啊甲 right click，啊，伊自动就叫我讲 search Google。啊，search Google 入去吼，哦，遐所有诶物件就出来。啊，共款啦，咱若用全白话字写诶文章吼，你家己共款安尼去 Google search，足侪想袂到诶，拢走出来，拢已經有人 Wikipedia 寫好啊。尤其这功能足好诶，因为吼，伊即摆落去，毋尔譬如讲一个美国囡仔，啊，伊毋知影卤肉饭生做啥物款。啊，伊会晓白话字，啊，伊就甲拍卤肉饭落去，相片嘛出来，啊，免啊煮嘛，迅速甲你教，吼、所以即摆即个时代吼，检采若要投资遐落去一个书店，应该是爱即个像找台语即种，吼，还是讲靠用即个看免啊，伫即个咱的即个网络吼，即个 search 的中间。互伊咱搁较强诶，啊，这咱有一个足大优点啦，因为你若用汉字去查啦吼，你咧查着诶，迄结果恁排伫足后壁诶。你若用白话字去因为少人写，所以说一拢排伫足头前，拢马上走出来，吼，所以毋信你甲试看觅啊。所以这毋尔甲名词尔吼，一寡较基础诶用法啦，吼，迄个动词也好啦，还是讲啥物现。你甲我想袂到诶物件，安尼甲 Google search，竟然佫拢走出来，所以迄个你是阿华西嘛？我来看赖英华，你是无毋对嘛吼？所以检采我安尼讲，毋知会当来做我诶回答无啦吼？啊，当然若有人讲，请用专心去编一本即个英台书典吼，还是台英书典吼。我是可能若有人要做，我会诚愿意做一个支持者啦。啊，即摆是较重要诶，就是讲，即摆咱咧推广台语诶遮吼，足侪拢用足古早诶字典，啊，用古早字吼，啊，迄对现代化吼，厝啊，啊，拢想翻迄个古早去啊。所以若是讲有遮个较新诶遮个书典，啊，较用咱现代生活诶吼，我想会诚好啦吼。
所以我是感觉讲，即个廖元虎教授吼，伊遐咧用遐咧收集即个语音库吼，应该最近会开始啦吼。伊做诶方法就是讲去录语音来传输吼，用传输诶方法来收迄个，讲要收3000万词，敢是？会当按迄搭吼，伊迄是算 open source。所以，若有心讲要编书典，要编迄个啥物人，应该会当按迄，照伊讲要收3000万词嘛，吼，会当按迄搭去掠，吼，照无共款的需要来编书典，吼，看是要编啥物款小书典，还是讲功能的吼，针对无共款需要的物件来编台语书典，还是台英书典，吼，检测遐是一个好的开始啦，吼。毋过，对这吼爱请教专家啦吼。今仔毋知元虎教授，你今仔到来日经内底，我无看到伊吼，我可能离几下会看。针对书典吼，嗯，照我想，咱即马上爱欠的是一本台书典，咱敢若还未有一本标准的台语，用台语咧解说台语的书典。这可能吼，我是感觉讲迄个找台语遐吼，迄个有迄个能力啦，因为吼，伊即马伊有一个功能吼，就是着甲伊遮的即个，甚至歌词啦吼，唱卡拉 OK 的歌，然后用遐个字，伊嘛找会着啊。所以虽然你即马要用定义的方式要去甲定义讲哦，即字台语词是啥物款意思，好，足歹想的啦，是讲撇啊，啥物有诶无？迄几啊种可能性，几啊种诶翻译，几啊种诶定义啊，假使讲若是有一种方法，伊会当自动去掠着讲文学作品内面，还是台语歌内面有用着诶遮个字，伊会当来调出来、拣出来，放伫找台语遐。所以伊即马咧找台语咧找，毋是干那找着书典，嘛会当找着歌、找着 video，找着历史文件，会当做到安尼诶时阵，迄是足好啊！我毋知影这技术上是偌尔复杂，我毋知影。但是我有去甲看，这了有数量毋是诚济啦。我讲安尼敢有顶答吼，所以恁较对找台语，恁较少年诶，较接咧用诶，敢会当补充一下？论坛你敢有要讲几句话？你莫去拍开啊对。安尼遮个代志我无啥了解，毋过我感觉台书店诚必要，是因为就算即马是伫台湾，嘛无啥物全台湾话的环境，所以随便讲定义诚歹定义。毋过其实即马咱无论是咧写台文，还是你讲做遮个代志，我感觉你讲较积极方面的意义，当然是咱台湾人讲台湾话、写台文，就是毋是为着推广嘛，咱就是咧生活，用遮个物件去做任何诶代志，安尼活起来，这是积极诶意义。毋过若是讲较无遐积极性诶意义，就是人拢讲历史时代，伫历史学顶悬，就是有文字诶时代，才是历史嘛，就是因为文字就是会留下记录诶物件。像遮个物件，书店必要就是，若是有一天，我相信诚侪人看着今仔日选举诶结果诚愿去。若是有一天咱台湾人像犹太人安尼互，就应该绝对就是比这较惨人，因有家己诶信仰，因
因嘛是对迄文字留落来，啊，搁去留迄个分页伫遐了后，搁变做因信用以外另外一个足重要的根基，去用这做基础，就算因的国家无去，就是啊，毋过因搁有一个国家通无去啦，咱是毋捌有安尼，啊，毋过因搁有迄个根基会当甲迄个分页留落来，做基础，未来搁要复国，还是未来台湾人是建国的迄个根基伫遐。所以我感觉台大书店对我即马来讲，搁有因为我妈妈即马主要咧做诶代志嘛是遮个囡仔嘛。你讲要维持一个全台湾话环境，就是足困难啊。对我来讲，就是这嘛是上要紧诶代志。啊，若是讲资源有限、时间有限，诶状况对我来讲，这绝对应该是咱台湾人爱放伫上优先诶代志。所以我拄则，我无，因为我哪咧做别项代志，歹势。毋过就是我嘛是感觉台大书店是即马上必要，咱台湾人上切要诶代志，安尼。好，无安尼，咱若无个人有发言，咱是毋是就要来结束吼？咱个等差不多1分钟啦吼。若拢无人讲话，咱就来停止。哦，即个 DB 这有要发言吼，请你甲麦克拍开，好无？我有看到阿天这写讲吼，即个翻译袂用诶，全靠即个书店啊吼，因为发展书店是另外一件代志，但是对于即翻译吼，我家己诶小可诶体验是，亲像阿天安尼感觉讲，毋是靠迄个字典吼，因为字典是字甲字，啊你即个翻译吼，是爱对即篇文章全盘诶理解。啊，重要诶是你要翻译过去诶迄个语文，你爱有全部真好诶 comment 吼，啊，你才会用诶甲伊翻做，找着敢若讲适当诶表达诶方式去甲它用表达出来做迄个翻译诶文，啊，对即个原文吼有全盘真理解，啊，知影伊诶迄款诶要表达诶。用意，伊诶重点，伊诶气氛吼，伊诶即个含义，啊，所以是有对原文理解，但是有真好诶即个表达，要翻译出来迄语文诶能力，所以伊头拄仔咧讲诶，讲你翻译一书啊，还是要翻译规本拢同款，吼，这都是需要诶假死就对啦，吼，啊，我是感觉讲上重要是。爱用时间甲用心吼，去想讲要来找讲要安怎来甲表达吼，理解了啊，才讲要安怎来表达。所以是毋是讲普通有诶人翻译安尼足紧安尼，敢若做一个工课咧为 A translate to B 安尼，敢若转换吼，毋是安尼啦尔。所以是迄个用心甲用迄个时间。啊，我个人是定定感觉讲，有当啊吼，迄个适当诶方法吼，常常家己挑出来吼，啊，感觉是一个 problem solving 诶迄款诶 process 吼，迄款诶过程，啊，所以有当啊嘛是困难诶时阵，像是咧找无诶时是真艰苦，啊，但是若是讲忽然有一个表达诶方式诶时阵吼，感觉足欢喜诶是即个 problem solving 诶迄款诶快乐安尼是。我简单安尼，吼。哦，阿天翻译表有影真好，真感谢。感谢 DVD。啊，我嘛真想要讲，咱若是咧翻译迄款法律迄款物件，迄只真正是你是为一个原文的迄个语词翻译过来，甲一个目的语的语词。毋过若准讲是一般一篇故事，咱是你爱闻着迄个现场，你爱看着迄个现场，啊，则为迄个你看着、你体验着的迄个现场，伫迄个原文内底迄个现场，你要安怎用你的目的语言来描写即个现场？啊，所以这就已经毋是一个一个语言的语词转过去到另外一个语言的语词的迄个次元啦。啊，你直接
我若咧翻译，我若要甲一篇英语还是西班牙语翻译做台语，普通时我会用词典，这是因为我的台语伤浅啊，我的语感无定着吼，所以一定爱用词典啊。这用词典主要是要去是要帮助我来找这个目的语言的意思，并不是要找一个两个语言中的一个连接，因为这个连接是无法度安尼用遐尼机械的方式去找到的，除非讲咱是咧做技术性的翻译，亲像电脑技术还是法文。用光遐思顺有举手，哦，苏神，我想要请问看迄个国际词类分类内面，毋知有即个台湾文学即个分类啊无？因为阮兄哥住伫台北，伊讲伊最近定定去国家图书馆看册，啊，伊发现着讲陈电南、郑庆林因写的册，拢归类伫中国传记、中国传记内面。啊，伊有甲遐个工作人员反映，讲是安那开无归伫台湾诶方面。啊，因的回答是讲，这是照国际词类分类的方法，因袂当改。啊，毋知到底，请问国际词类分类有即个台湾文学即个分类啊无？这请阿 T 来回答好无？还是单位啊？咱若去高雄市政府的图书馆吼，咱若找着台文册，因拢甲因转做中文册来处理吼。啊，咱若去柜台反映，因会甲咱转做小的啦。毋过因为是高雄，因会足好理，因会足亲切。毋过因会甲咱转做小的吼，因为无咧吼，敢讲因要甲台语转做一个无共的语言，吼，就是其实台语就是一个无共的语言，毋过咱就是讲转做台语是一个方言，所以所以就是讲国际方面，就是拢无即个台语文学即个分类就对啦吼。就是国际根本都毋知影咱遮有一个台语，有一个客语，因毋知影遮是语言，因为因若要认真看，假使讲有一个足认真的一个国际海外的一个图书馆人士，伊若过来台湾探访吼，伊若去高雄，伊若去图书馆内底踅，伊若真正知影讲哦，有一寡册是台文啊，啊若互伊找着，伊嘛会看着讲遐个册是分类做中文啊。啊，你含恁家己的图书馆嘛，甲遮个册转做是中文，安尼要安怎要求国际上来做即个分别？所以这是爱靠清楚的，是安怎台湾的图书馆无台语即个分类，无客语即个分类？即个问题，咱应该按问啊。我有当时啊，我会看到足侪人吼，因伫面册，还是伫网络，还是因的迄个电子批的名，因拢是用中国语去转啊，包含特别是若准讲是移民海外的人，
伊若姓陈吼伊甲伊个名翻译做 Chen， 外尾因囝就姓 Chen 啦，因个孙就姓 Chen 啦，这个自然呢一直传落去，传到第10代，因已经毋知影是安怎因姓 Chen 啦，因刚才想讲，伊300当前，因的祖公为中国来的，所以代志真正是安尼，所以咱莫想讲别人姓 Chen 我若姓陈会足奇怪，你若先比较着，你就是爱先去改，你面册名足好改的你若住海外的人，你的姓其实足好改的，美国的名真好改，开200块就解决啦，无人会加问什么问题有一寡人因的面册名有改起来，毋过你若去伊的口座遐，伊的迄个 URL 内底有原是中国语，这拢爱改，因为咱会是安怎，咱会感觉这代志无要紧，是因为咱下意识准做台语是一个方言，这就甲迄个图书馆台语册放伫中文共款，我若去打到读册会，若讲到这代志，大家拢感觉无要无紧，因为台语册本来就放伫中文啊，安尼秘书即马嘛伤慢啊，因已经放伫中文放30-40张啊，即马反正伤慢啊，安尼咱就继续做中文的一个方言，咱就希望讲伫即个做方言的即个过程内底会使生存，毋过这应该是无可能的，所以这个代志拢应该爱靠咱家己来争取。咱爱为高雄的图书馆、台南的图书馆开始，刷落全中华民国的图书馆内底，爱要求中华民国的图书馆将台语转做外语。我毋是你的国家的语言，刷落咱若做这个代志。国际图书馆的专家，因都会看到啊。这个代志本来就是爱为这开始。谢谢。你敢是要讲你无拍麦克无我无举手，不过我是感觉这甲政府的语言政策一致啦因为政府即摆认为讲咱台语就是闽南语是中国话的一部分嘛，所以这个改变以前，咱台湾文化、台语文化嘛算中国文化，咱家己就承认安尼，问题就是安尼，我想这个可能牵涉到讲咱一开始的时阵就讲是安无爱用台湾，要用台湾，就反正英文的时阵啦你当然是若假使讲要互真紧，就互英语世界人知，你是咧讲啥？你爱反正台湾伊习惯就是安尼嘛。你用台湾即马现代的即个人，可能爱搁去甲解说。所以是较麻烦淡薄毋过介少你就是会当讲有迄个机会来说明台湾是啥物款。佮另外讲即个改名的问题其实这是有一个 edge cost 的问题啦所以就是拄则嘛讲到拄则陈瑞兄咧讲天讲这代志做沙利想足远即点即个陈瑞兄的comment实在是真对啦像讲我的情形我即马就是讲我的面册介大声面册的名我是甲伊写定嘛亮光因为定介大声的时阵，我袂当定后壁我是讲要写大写我是足早用的所以就无法度
所以就我变做用 TEN，迄个 N 变做小写。其实我愿意想讲用 TEN 大写，迄嘛是拄好。台语网迄阵啊，迄个要标音吼，要标音调，佮毋是真方便的时代吼，咱用即个方式来咧写吼。我即摆要搁去甲改吼，煞面册毋知是安，伊煞无互我改，我又讲我袂当后壁袂当写迄个大 N， 我即摆可能搁来试看觅啊。我较早我捌去甲试过，还袂当，我即摆搁来试看觅啊。讲到到迄 URL 遐个问题吼，因为即摆足困扰啦吼。即摆我若要改的时阵，我即摆因为所有的遮用遮的一寡 payment 啊、subscription 啊，啥有诶无诶吼，拢用伫迄个原来迄个英文的名伫迄内底。所以像我即个情形要甲改吼，我嘛无把握讲我改落去了后，我遮个日常的生活吼，是毋是会去规个怎火去？我本地有诶资料怎完全规个无去吼，所以这嘛是一个顾虑之一啦。嘿，所以到尾啊，这拢是讲咱愿意付出偌济，吼，愿意偌阿萨利来改变的代志。所以天，你诶话我有听落去吼，我会来想安尼嘿。好，咱搁有若无搁1分钟，时间嘛换吼，若拢无人发言1分钟内无人发言，咱就要甲停止啊吼。好，安尼多谢吼，咱今仔日咱就到遮为止吼。好，后礼拜再会，感谢大家，感谢，感谢两公兄。感谢大家，感谢阿天。